應屆港姐季軍袁文靜打破港姐慣性傳統，自當選之後獲得唔少演出機會，先後拍攝中秋宣傳片同埋主持台慶綜藝《公理上大學》。佢喺節目入邊施展廣東話 rap 功，獲阿博封為地球上最勁 rapper。公理上大學分咗3個階段，我哋所有問題都係精心挑選，小學、中學都係同一個菜，就係最好睇，每一級問一條問題，夠晒盞鬼。日前佢又趁放假去到東京度玩，喺當地影咗一輯和服相，影到嘟嘴。近日就剪短咗頭髮，獲網民讚更加可愛。佢似乎玩得好開心，未到11月就手誤寫成 November of Tokyo。唔少網民就話中意佢做綜藝主持，又對佢因為廣東話唔正，無意間幫何廣沛講咩何廣屁，覺得好搞笑。